面对州南里活动中心卡伫土地边境已经一档的建设进度，议员区兆成伫昨日顺拄来不满都发局，过去讲一档内会完成，却无影无食，更进一步针对安南肉品市场拍算迁到善化场的进度已经3档，不过规划设计费拢无下到，局内向市府乱叫签名，也要求市长支持预算。到近3年啊。你讲3年的煞，结果到现含设计规划的费用都还袂有。我谈没有因为进前是因为要煞嘛，就是爱伊迄个屠宰线外屠宰线起好了，我就煞。所以这个部分你若无形容好，后壁嘛无法度顶动你啦。所以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比讲，咱遮的部分离地进前一定要把这条这个计划送到。而且一定要送到农业部来做合作，因为伊总经费有2亿，对一个2亿对一个肉品市场的公司有负担较大，看会当加补助偌袂安尼。你嘛是咧想办法讲，这条钱是毋是讲中央补助偌来做处理？今年拄当着财务办部拄有300万，所以我嘛是希望讲，明年当专案做，你拄会当做一个专案计划来做处理。报告，这礼拜来迄个轮到处理啦，吼。毕竟肉品市场对地方也是讨厌的设施，加上当地阁是都市计划核心地段，对地方发展相当要紧。目前搬迁预估2亿的费用，也寄望中央农业部的专案计划补助。对此乱叫私下坦诚，整个迁到善化完成扩建的时程至少也2档。台南新闻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